各位有冇試過為咗喺網上面出一條片，度咗幾日嘅稿，好用心機去拍，亦都好有心機去剪，結果 upload 完之後咧，竟然冇乜人睇喎。然後你睇住人哋一條好似是是但但嘅片咧，啲流量就多到好似開水喉咁湧出嚟，你內心忍唔住諗，究竟我哋之間爭啲乜嘢呢？你可能曾經都聽過一個 term 叫做網感。好多人咧將網感咧講到好玄㗎，好似係一種天分或者一種天生就有嘅超能力咁樣。但係今日我想同你講嘅係咧，網感並唔係玄學，而係一門可以學、可以培養出嚟嘅觸覺。呢個 channel 會免費分享各種銷售技巧同思維，令銷售成為快樂嘅工作。如果你都想成為一個又開心又賺到錢嘅 sales 咧，可以參考我哋影片資訊欄中嘅課程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Tony。今日我想同大家深入研究一下喺自媒體時代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生存技能——網感。好多人對網感嘅理解咧，可能仲係停留喺最近興緊啲乜嘢迷因圖啦，或者識用啲咩最新嘅 filter 啦。呢啲其實都真係網感嘅一部分嚟嘅，但係絕對唔係全部。所謂嘅網感啊，其實係一種對網上生態系統嘅深度洞察同埋直覺反應。網感係一種綜合能力嚟嘅，係你作為一個自媒體人，你對平台、對用戶、對內容三方之間嘅複雜關係有幾敏銳嘅觸覺。等我將佢拆解得清楚啲咁同大家講解。第一係對平台嘅理解，用一個人性化啲嘅方法去講呢，其實每一個社交平台都有佢自己嘅脾氣啊。例如 YouTube 嘅演算法中意幾長嘅影片呢， Instagram 嘅 Reels 嘅黃金開頭又係幾多秒呢？小紅書嘅標題同埋封面嘅爆款原理又係乜嘢呢？有網感就代表你唔係盲中中咁出 post， 而係好似同一個平台嘅演算法傾緊偈咁樣啊，令到佢識得將你嘅內容推薦俾更加多人去睇。第二就係對用戶嘅洞察啦，你嘅目標受眾究竟係邊個？佢哋會為乜嘢而焦慮？喺佢哋搭車返工放工嘅時候，會俾啲乜嘢內容吸引住？佢哋有啲咩口頭禪等等？網感勁嘅人呢，就好似用戶肚入面條蟲咁啊，可以好精準咁引發到用戶嘅情緒，同佢哋共情共鳴，吸引佢哋 like 同 share。第三就係對內容嘅判斷啦。喺呢個資訊爆發嘅年代咧，邊啲題材係最有吸引力嘅呢？邊種講古仔嘅節奏最吸引人呢？邊種嘅視覺風格可以令人哋最眼前一亮呢？網感就係你選擇同埋創作內容嘅時候內置嘅一個雷達，可以幫你喺無數咁多個可能性裏面咧揾到一個最容易爆嘅 topic。所以咧唔好將網感當係一種遙不可及嘅天分，佢係一種基於大量嘅數據分析、用戶心理研究同埋內容實踐嘅肌肉記憶。佢非但止唔係天生，而且仲可以特登練翻嚟添㗎。咁既然我哋知道乜嘢係網感啦，下一個問題就係啦，咁究竟網感係咪真係咁重要先？冇網感得唔得先？我俾你嘅答案係，去到今時今日，網感唔單止重要啊，佢簡直就係你做自媒體嘅成敗關鍵。以前我哋可能覺得內容為王，只要我做嘅夠專業、夠深度就會有人睇。呢個諗法喺今日咧只係啱咗一半啫。如果我要打個比喻咧，我會話網感係指南針，內容係交通工具。如果冇網感為你指引方向咧，你嘅內容做得再好再專業，你都只係向住一個錯誤嘅方向去努力嘅啫。你越努力就越偏離目的地。首先，網感決定咗你嘅流量效率。一個網感好嘅人咧，可能用3個鐘頭做嘅嘢，效果好過一個冇網感嘅人用3日時間做嘅嘢。原因唔係因為佢叻啲，而係因為佢一開始嘅時候就揀啱咗方向，避開晒所有演算法唔中意、用戶冇興趣嘅伏位，咁樣先可以令你更有效率咁去創作，唔使做埋啲冇用嘅嘢，搞到自己筋疲力盡、吃力不討好。第二，網感決定咗你嘅商業價值，流量喺邊度，錢就喺邊度。當你有能力整到爆款內容嘅時候咧，無論係廣告贊助、知識付費定係帶貨都好，你嘅變現方法會變得好暢順。記住，客戶揾你咧，唔係因為你多 fans 啊，而係因為你了解用戶，你識得將你客戶嘅產品資訊用一種用戶受落嘅方法傳遞出去。呢個就係網感最核心嘅商業價值啊！最後，網感亦都決定咗你嘅生命週期。網上世界嘅 hot topic 咧變得好快嘅，今日興嘅嘢，聽日可能就冇人理㗎咯喎。幾個月前好紅嘅熱氣球媽媽、遲到嘅仙氣女學生，曾經都成為咗一時嘅佳話，但係佢哋都只係曇花一現。今時今日冇人再講佢哋啦。冇網感嘅創作者咧，好容易喺幾次浪潮之後就俾人淘汰；而有敏銳網感嘅人咧，就可以不斷咁自我更新，捕捉到最新嘅趨勢，調整到自己嘅內容策略。
令到自己嘅 IP 咧可以持續保持活力同埋增長，成為一個真正長青嘅 IP。所以如果你想將自媒體當係一份事業咁去做，而唔係玩玩下嘅興趣咧，咁培養你嘅網感就係你最重要嘅投資啦。講咗咁耐，終於嚟到最關鍵嘅部分啦。咁我哋呢啲普通人可以點樣培養自己嘅網感呢？首先，大家千祈唔好再信嗰啲咩睇多啲啊、碌多啲呢啲咁空泛嘅意見啦。我俾3個具體做得到嘅步驟你，就好似做 gym 咁樣，有系統地鍛鍊你嘅網感肌肉。第一步，做一個有意識而唔係被動嘅用戶。由今日開始，當你碌到一條爆款嘅視頻嗰陣，唔好淨係笑下就算，跟住就碌走。你要即刻停低，問自己幾條問題：呢條片嘅標題同埋封面用咗乜嘢技巧吸引咗我入嚟呢？佢頭3秒講咗啲乜，做咗啲乜，令我冇即刻碌走呢？佢嘅背景音樂、佢嘅剪接、佢嘅字幕有啲咩咁特別呢？留言入面大家係傾緊啲乜嘢嘅呢？邊個位係吸引到最多人有情緒反應呢？喺你嘅手機筆記簿度，將你對呢啲爆款內容嘅拆解分析 mark 低佢。當你拆解嘅爆款視頻越嚟越多呢，你個腦自然地就會有一個成功嘅模型出現。呢個就係你網感嘅根基。原理咧就好似啲人話熟讀唐詩300首，不會吟詩也會偷一樣。第二步，揾到你嘅對標帳號，做模仿式嘅創作。喺你嘅賽道入邊咧，揾3到5個你最欣賞，亦都係最成功嘅帳號，將佢哋視為你嘅對標帳號。你要做嘅唔係抄襲啊，記住，而係高度模仿同埋學習。例如佢哋最近做緊咩主題，你可唔可以用你嘅風格、用你嘅觀點去重新演繹一次呢？佢哋嘅影片結構係點樣嘅呢？你可唔可以跟住呢個架構去創造一下你自己嘅內容呢？記住，所有嘅大師都係由模仿開始嘅。喺創作初期，模仿係最有效率嘅學習方法。佢可以令你快速掌握已經被市場證實過嘅成功模式，幫你以一個比較低難度嘅方式完成由0到1嘅突破。第3步，擁抱數據，堅持先完成後完美。網感嘅最高境界咧，就係將觸覺同埋數據結合。你要學識睇 data， 而唔係淨係睇 view 數。例如觀眾流傳率曲線會話俾你知，啲人係由第幾秒開始冇心機睇。用戶畫像咧，又會話俾你知，中意你內容嘅人究竟係男定係女，佢哋係邊個年齡層嘅人。流量來源咧，又會話俾你知，你嘅內容係靠 search 啊、推薦啊，定係轉發而得到曝光。根據呢啲數據咧，將你嘅內容不斷優化。優化嘅方向可能係一個新嘅標題風格啦，亦都可能係一種新嘅剪接手法啦。記住，千祈唔好怕做錯。做自媒體嘅精髓就係先完成後完美。每一次出 post 都係一次測試，每一次睇數據做檢討嘅時候咧，都係對你網感嘅一種培養。總結一下，培養網感就係有意識咁去拆解，然後模仿，再優化改善。網感從來都唔係少數人嘅專利，佢係一條清晰嘅路，一套科學嘅方法，一種可以透過努力同埋練習而得到嘅核心競爭力。如果你仲仍然為流量而焦慮呢，咁我建議你由今日開始有系統咁樣培養你嘅網感。當你將網感內化成為你創作本能之後呢，你就會發現流量同埋成功並唔係來自於運氣，而係一個自然得出嘅結果。如果你認為呢集節目對你有幫助嘅話，就分享出去俾多啲人睇啦。我哋下次再見。